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感谢主，搁再经过一礼拜，今仔日来到这个主的日子啊。虽然咱是伫圣殿内面、礼拜堂内面来举行这个聚会，咱现在是用这个电脑做机件来举行这个聚会。圣灵继续伫咱当中做工，虽然咱无三合组织，但是咱遮着伫空中的组织，咱有法人伫遮来敬拜神，只别咱的心伫遮知影上帝甲咱同在，圣灵是无限制，伊伫咱的当中做工，所以咱感谢主咱也是继续来感恩最近这几礼拜，疫情愈来愈降低伫1000左右，但是盼望佮刷落去日子有愈减愈多愈减到剩100以下以后咱可能伫新年有可能三合组织做一个来敬拜主当然有的年纪较大的身体较软弱的，有的也毋敢出门，但是不要紧，怀青年人甲怀身躯较勇的，仍然有法人来到教会三合敬拜主，看上帝怎样来带领，怎样来引带咱。咱们伫主的面头前，三合伫遮歌颂主，借着神的话语来勉励，互咱加添咱的信心咱的喜乐和平安，加添互咱有一个勇敢的心帮助咱伫以后的日子应该做生理还是生活各方面或者是为主来做工，服侍主传福音，咱继续来安尼做，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咱也知影这个时有的兄弟姊妹也搁伫病床当中因有身体软弱，有的着这个新冠病毒，求主也是亲自来医治因，赐因力量，互因早日恢复健康。咱三合过来压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来颂赞阿罗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彼此勉励，互兄弟姊妹伫疫情当中，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知影主甲阮同在，心中仍然有迄个勇敢的心。有迄个信心，外靠主的恩典来过头前所要应该过的日子，求上帝来带领来看顾怀伫病痛当中的人，加添开力，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上帝恩典伫因的身上，借着祈祷祷告祈求甲感谢，将一切所要需要的甲讲神讲，神要使人出人以外的平安。也确伫耶稣基督内面，要保守阮的心怀意念。咱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
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讲题是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咱今仔日主要伫这个人到底是靠信心来称义，还是靠着行为来称义呢？英文是 justified by faith or justified by work。有两款的理念所以咱今仔日来讲关这个信心甲行为的关系。咱信主伫这个范围当中还是伫教会当中咱会有时会发现到，有的人信主真侪年咯，但是伊的生命无有啥物改变甚至有的人信主真侪年咯，伊的行为甲这个无信主的人差不多是相同，无啥物特别的表现有的人信主立刻咱会看到伊生命的改变改变愈来愈有听心，愿意帮助人，愿意服侍主有的讲人只要行为好，好道德做好代志来积功德立功德，或者是积功德，做真侪好代志愈积愈做将来一日自然会得救，自然会上天堂咯。有的人是安尼想法抑佫有的人想法是安尼，这是一个人信主是上帝的恩典只要咱真心实意的来接受耶稣做伊个人的救主伊的生命就渐渐会改变
伊会一步一步会向上有圣灵伫伊的内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伫生活顶面来表现出伊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表现出丰盛的生命。所以咱今仔日就集中伫在信心，靠信心得救，还是靠行为来得救？还是信心称义，还是靠行为来称义？义的意思就是好人伫上帝目睭看是好的，是得救的，因为上帝看人是你的心内是毋是接受这位上帝所派来耶稣基督，伊是一个义人，伊是绝对良善、绝对是完美的，无一点罪恶伫伊内面。咱信靠伊的生命就伫咱的内面，所以咱也被上帝称呼是义人，因为咱信心信靠主耶稣，咱被上帝称呼是这个义人。这个义人伫将来上帝审判时阵就毋免受刑罚咯，因为伊是义人因为是耶稣的生命伫咱内面。今仔咱的经文集中是倒落呢？集中伫这个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我将圣经读一遍。雅各书第2章14节开始，我的兄弟们，若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行为，有啥物益处呢？这个信心会救伊吗？15节，若是兄弟还是姊妹赤身裸体，又搁缺欠日常的饮食，恁中间有人就对因讲，平平安安的去哦，愿恁穿得烧食伊饱，却无互伊身体顶面所使用的，这有啥物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的确有人讲，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的无有行为的这个信心指头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头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无胆，魔鬼也信，却生着惊吓。虚浮的人你愿意知影无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咱的祖宗亚伯拉罕将伊的家以撒献伫坛顶，咸毋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会成全。这就应验圣经顶面所讲，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伊的义了。又搁被称呼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毋是单单因着信。基督拉合接待使者，又放因对别个路出去，咸毋是一样因着行为称义吗？身体无灵魂是死的，信心无有行为也是死的。圣经就读到这。关于这一段圣经真侪人来误解误解啥啊咧？误解雅各书这段圣经，认为什么呢？因读了这圣经了，认为雅各是主张靠着行为来称义 ，justify by work。
有的人认为雅各是靠着行为来称义的主张。伫宗教改革的时阵，有一个马丁路德伊是宗教改革家，伊曾经是德国的一个教授，也是神学家，伊曾经也是天主教的神父，也是写作家、作曲家伊伫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下面受了真侪苦伊认为着做苦行苦待家己的身体苦行念一家经文念几片着怎啊咧，互即个身躯受苦上帝才会怜悯伊所以伊伫天主教下面受苦，等于读到罗马书的时阵罗马书3章23到24节3章28节1章17节伊读到罗马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内面的圣经的时阵伊知影人毋是靠着行为得救，乃是靠着信心来得救，因信来称义，所以真欢喜伫读了这个罗马书了，伊得到头榜。但是当伊读到这个这个雅各书的时阵，雅各书伊讲是着靠行为来称义所以伊心内感觉说无啥叫保罗所讲的无相咱就袂调和袂协调袂一致所以伊是伫遐感觉心内伫咧挣扎为什么会即款的情形呢？但是后来经过几年了后伊的看法有改变了，改变什么呢？伊就明白到即个原来雅各真正的意思，毋是说孤单做好人好行为就会得救了。伊后来就明白到说，即个雅各的书信内面实在是保罗书信的一个补充怎啊补充呢？伊讲后来伊讲伊说，我因着因信称义的证据我因着因信称义的证据，就是对我的这个行为顶面表现出来。伊讲我因着信心来得救，但是这个信心是放伫内面的，袂看到。这个真正是有信心得救的人，伊伫生命顶面会改变，所以伊也是伫行为顶面有一项表现。这行为就是好的行为，做好代志，做这好的行为来表现伊内面迄个目睭看袂到的迄个表现出来，伫行为表现出来。所以伊后来才明白说，原来保罗所写的，甲雅各所写的因为是互补互补的意思就是伊知道讲无真清楚的或者是说保罗较注重这因信称义，但是这个是因着伊行为的表现来讲到伊内面信心的实在就是安尼那第二点呢，咱来看这个信心甲行为要怎样协调协调意思就是来配合无彼此冲突其实这个雅各书所讲的行为是信心的一个信心外面的这个表现因为信心是内面的，行为是表现出来，所以伊的信心要怎样看出来，就是伫外面的这个行为来表现出来所以伊讲信心是人内心对神的一款的话口。人你相信神，乃是你心内话口对上帝的话口你艰苦心的，你拄着问题的时阵你失去信心的时阵
你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活可以，就是证明说你对神有迄个信伫遐，所以说信心是人内心对神的一款的活可，是对神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你要相信神的存在你的确的对神有一款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你着敬畏神、尊敬神，神所讲的话语，你着相信是对的、是实在的、是真理。这个才是对神的一款基本的态度。所以人伫内心的信心是一种行动啊。人迄个信心是一款的动力啊，是一款的动力，然后呢，伫外表顶面来表现出来。那这个表现出来的物件就是行为啊。所以你有行为，别人才看出你的内心的信心。所以行为甲信心就亲像什么呢？亲像一个 coin 是一个硬币一个银角这个银角虽然是一个，但是伊是两面的你这个银角代表这个称义但是你要借着信心来称义，还是要然后呢，伫行为顶面来表现你内心的一方面。所以这个信心甲行为是一个 coin 一个银角的两面的表现。所以保罗也讲伊说信心就有法通发生迄个仁爱，这是一个有效的信心。意思是说，这个仁爱乃是因为你内面有信心，你表现出仁爱的一个行动、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外在的表现。信心是内在的一款的情形信心是内在的情形。咱要举例来说明这项代志。信心交行为伫耶稣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撒该。撒该伊的信心甲行为是相配合的是协调的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只得安尼讲：耶稣要入去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节有一个人的名叫做撒该，是做这个洗礼长甲财主伊是好业人，因为伊是一个洗礼长咧收缴替罗马帝国来向以色列百姓来收缴收税毋是收缴收税的人，所以经常将百姓的钱贪来的钱、加收人的钱然后放伫地下来那么第三节讲，伊这个解释伊为着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只因为人真多，伊的身躯又个歪细汉，所以无法人看到，就走到头前，爬去树顶，拴在树顶面，要看耶稣。因为耶稣的确会踮遐经过，耶稣到了遐，就抬头一看，就对伊讲，对列撒罗讲，对撒该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暗暝我要踮伫恁兜来，迄撒该就赶紧落来，欢欢喜喜的就接待耶稣去因兜。第7节，众人看见，就私下的议论讲，伊竟然到罪人的厝内去徛宿啦。撒该徛地对主讲：主我将我所有的一半互穷人，我若欺诈什么人，要还伊4倍我若欺诈什么人，我就还伊4倍。耶稣讲：今仔日救恩就到这个家来了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对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啊，咱来看出信心甲行为是真协调的。伊的信心是啥物呢？耶稣伊真有迄个心来看看耶稣，到底伊是一个怎样？对耶稣感觉好奇，想爱知影，可能伊也是听到别人你讲耶稣是怎样好，怎样好，医治人的病痛解决人心中的一个问题。伊听到这些代志，伊也是爱来看耶稣迄一暗暝就带伫因兜，伫带伫因兜的时阵可能耶稣所讲的道理所以耶稣的表现的生命的表现就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生命了。伊也是信了主做伊的救主了。所以耶稣讲今仔的救恩要伫这个家庭内面意思就是伊得救了，伊厝内人也是得救了。那么伊得救了后，有什么行为表现呢？圣经第8在讲世界徛咧对主讲：主啊，我要将我所有的一半要互穷人。我若欺诈什么人，要还伊4倍。你看觅，这个人信主了后，伊的表现，伊的谈吐，伊的表现伊的行为，伊的变化是真自然的。所以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信主耶稣得救的人伊的生命会改变的。有的改变真紧，有的是一步一步来。但是咱看这个该撒伊是改变真紧咱要知影这个人信主了后，伊得救了呢，就是对伊的表现对伊的生命看出生命改变了。要知影看伊生命改变呢，就是对伊的行为顶面的一个表现。这个信主以前像这个世界伊信主以前是欺诈人的、贪人的钱的，摕咧家己的地下来，伊心内一定会为伊内面真无平安这个因为收人的钱贪人的钱所以当伊信主了后伊的生命就改变了而且伊的改变那是真自然无有假冒无有假冒无有做作所以无迄个勉强所以对伊的信心甲伊的行为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协调，真自然这是什么呢？这个真正正的信主的人圣灵就住伫伊的内面，伫咧工作，正亲像什么？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安尼讲，伊说咱原来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来造成的，为着要叫咱行善做好代志，就是神有备要叫咱做代志的表现行善。所以兄弟姊妹，唔知影你信主偌久了呢？你是毋是会发觉到家己的行为有什么改变如果你若无什么改变，那么咱应该着怎样好好伫神的面头前省察咱家己，咱得救的经历是怎样？是实实在在，还是人去为着勉强别人招车，是勉强缀人去？无真心听到，无真心接受主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而已，是毋是安尼呢？是毋是曾经捌伫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呢？若无咱就来到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咱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灵就会重生咱，就改变咱，咱才会得救。将来咱就发人到神的面头前，咱就免惊
所以到底这个保罗啊，甲雅各因对信心甲称义有啥物互补的？要怎样互补呢？啥物叫做互补？互补就是保罗讲未够当的时阵，那么还是欠讲的，那么这个雅各呢，就伫这方面讲搁较深一层，搁较强调一点。那么保罗强调的是啥物？人得救哦，的确是着用信心，就靠着神的恩典，人才得救，毋是靠着家己。所以咱伫伊的经文啊，《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内面啊，保罗安尼讲，伊讲恁得救啊，是本乎恩，恩是 grace， 是恩典，是免费的，是白白送的。也因着信心，这个并毋是出于家己的本事、家己的能力，乃是神所赏赐的；也毋是出于家己的好行为，免得有人家己夸口。咱看有的人啊，得救啊是伫病床当中啊，身主得救的。伊也无机会通去做啥物好代去捐钱去帮助人伊伫行为顶面根本无法通做啥物，伊只有凭信心来接受主耶稣，所以无啥物通夸口。有诶身躯勇勇诶，伊是做东做西做项这项，伊有法通夸口。你看我做啊真侪代志哦，所以我一定会得救啊！伊夸口所以圣经讲说，毋是出于家己行为，免得有人会夸口就是自夸，家己学了家己第10节，咱原是伊的工作，咱甚至原是上帝的工作，伫基督耶稣来造成的，为着要叫咱行善做好代，就是神有必要叫咱做的，叫咱行的。有一个例，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称义昨晚有讲到称义，称是称呼义人，上帝称呼伊是义人，认得伊是好的咯相信伊是好的咯，知影伊是好的咯，才是好。亚伯拉罕圣经讲伫创世纪15章第6节讲，亚伯拉罕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这一点呢来称为伊的义，称为伊是一个义人这个义毋是因着家己的好，乃是因着耶稣，因为人相信伊耶稣是好的，是上帝是好的，所以伊就称做一个义人所以伊信迄个伊的生命，上帝的生命，主的生命就伫咱的内面，咱就称做被称呼做义人。那雅各书第2章第24节到26节，伊则讲，这又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毋是单单就是 alone 毋是单单因着信。雅各无有否定信心甲救恩的这个重要性甲重要的地位。伊知影这个人要得救才是着靠信心的。雅各知影，但是伊强调说，毋通单伊用这个单来说明什么？这个真正的信心毋只是知影这个道理一定要伫行为顶面来表现出来，表现出伊信心，毋是单存在。你说我信心，但是未看到你信心所以伫外面表现出来，就是行为来表现伊内面的信心。所以信心毋是单存在，得靠这个行为来表现出信心也有雅各书第2章15节到第26节，
再讲到一个基律啊，当啊约书亚要攻拍，要去这个迦南地要攻拍这个耶利哥城时，最两个头啊入去这个基律接替但是内面的人想要掠这个头这个基律就将因两个放出来将两个人放出来，用8条路8条路出去伊讲这个基律拉合减毋是一样，是因着行为来称义嘛？因得救老要得到救，是因为行为什么行为因为伊相信什么呢？对，相信这个先相信这个约书亚的上帝所讲的，上帝伊个上帝是叫因来讲的，所以伊相信约书亚的上帝，所以来帮因在头出去所以伊的这个行为就是叫伊称义来得救。所以26节讲伊说身体若无灵魂是死的，信心若无行为也是死的，所以需要干哪只信心甲行为配合。所以雅各强调信徒会得救了后应该伫道德顶面、伫行为顶面来证明家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雅各顾量这个见证讲到说，雅各讲伊讲阿伯利罕因着行为就是将家己的囝这个以撒献祭给上帝来证明伊的信心。伊这个信心是30年前相信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将伊当作是一个义人伊30年前，后来伊干了子，那愿意将家己的家献出来呢？因为伊相信这位上帝应允伊伊会行顺，伊袂改变所以阿伯利罕因为相信上帝袂毁伫伊最初上帝最初的应允所以伊才有这个信心来表现出将伊的独生囝，将伊的囝来献给上帝，就将伊抬死来跟烧来献给上帝。所以伊也是伊的信心，也是借着伊的行为来表现出来，伊的真正的信心。所以兄弟姊妹，咱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为杀敌促杀违反呢？意思是说，上帝话语为家己反对家己的话语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对的。那么这个雅各呢，伊说因行为来称义也是对的，但是伊对的是甲这个因信称义来互补。互补的意思咱们讲的就是伊这个讲无真够的是这个雅各就补。就行为来称义，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是信心来比上帝称义，但是必须得用行为顶面来表达伊的内面的这个信心，所以因两个是彼此互补。所以这个伊的意思就讲到，这个真正信主耶稣得救的人，伊是有生命的，是一张好手。的确会结出什么好的果子来，所以因信称义，甲因着行为称义，是相伴相随的。咱就看到迄个这个世界伊信了主，但是伊的行为也是表现出来。所以信心呢是内在的，行为呢是外在的、外显的所以这是什么呢？
因着有信心，因着真正的信心是着行为来表现出因信称义这项代志啊。所以主内兄弟姊妹，咱啊信主的人啊，应该着有行为啊，无论咱行事为人啊，逐项拢着荣耀主耶稣的圣名。正亲像保罗勉励信徒是讲，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到33节，保罗安尼讲，伊讲所以啊，恁无论是食，无论是啉，无论是做什么，拢着为荣耀神来行，为着荣耀神而行啊！无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恁拢袂做咧互因跋倒啊！所以，咱这个信主的人啊，虽然有信心，但是咱袂用伫行为顶面互人跋倒，一定要有好行为来荣耀神，袂用互人跋倒。33节就亲像保罗讲：“我凡事拢叫人欢喜，无求家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最后一句是叫因得救。主要的目的是叫因得救，所以咱信主的人伫这个世界当中啊，无论做什么哦，咱就想到我是不是荣耀上帝？因为保罗讲伊说，无论做什么，拢着为荣耀神而行。落尾一句是说，为着因得救，咱无论做什么，毋通互人跋倒。毋通互人交跋倒，咱的歹榜样，别人跋倒啊！咱着怎样？为着要叫因得救，意思就是说为妨碍因得救。咱的生活一切为荣耀神，为袂互人跋倒，为叫人得救。所以主内兄弟姊妹，愿神的话深刻伫咱的心内啊！伫世上生活为人来荣耀主的名，伫听候到主搁再来的日子，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路顶的光。你的话语是真理，原来是照着上帝的假使来行的，拢是有福气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提醒阮，叫阮的行为举止啊，着来荣耀上帝的名，袂诚做人的绊骹石啊，乃是为着要叫人得救，就上帝借着阮的生命来荣耀你，一直来到主降临的日子，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